南韩的海关长表示讲，有真侪外国商品透过南韩来西产地，要来避开美国总统川普的全面关税。这批货价值大约是代表6亿7千万，大部分拢是来自中国。另外，美国的切特米亚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切特米亚，在川普关税政策实施了后，拢先停止甲货运到美国。这么业者是真烦恼，讲刷来会断货。韩国关税厅已公布，包括价值33亿韩票，大约代表7500万的电子材料，为中国进口。在运去美国时，将原产地标注韩国，以避开早伫川普甚至普对顶关税开始扣进前都已经真悬的关税。3月时发现，价值193亿韩票，大约是代表4.4亿的监控设备为中国进口零件，也过伫韩国重新组装，来适过美国对中国通信设备的限制。한국보다 상대적으로 이제 높은 이제 국가 같은 경우는 한국을 우회할 충분한 이제 유인이 있기 때문에 좀 그 위험성을 사전에 차단한다는 차원에서 단속을 이제 강화하려고 하는 계획입니다. 关税厅表示，今年第一季冷冻杂货价值295亿韩票，相当代表6.7亿的货品在原产地项目上违反规定。外国商品继续南韩制造，其中97%的产品拢是拍算输去美国。这些商品大多数是来自中国，利用南韩这个通道以避开美国真悬的关税。受到美国关税影响，中国在飞盘甲模型回零机也甲大部分的产品同款无法度运送去美国。这些切特米生意人开始烦恼，所落来几个月，仓库内原本可观切特米的货价到秋天会购物大贵，都无物件通出货啊。So one of the first impacts that we saw were price increases. Our vendors started increasing the prices as early as March. 川普将美国公司进口中国制造的切特米缴纳的关税为零提悬到145%，进口成本增加1倍以上。业者表示，经外口中国生产的400亿美金的切特米产业遭遇严重的冲击。去年美国进口的价值超过170亿美金切特米中，有超过130亿美金来自中国。一间切特米公司表示，因的切特米多数拢是在美国设计甲开发，不过也多数全拢是在中国工厂生产。总统川普开始对真侪来自中国的产品加扣新关税了后，美国切特米公司多数已经停止运货。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。